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几个关于房企的消息啊。我记得恒大暴雷的时候我当时就说了，这个恒大的总裁叫打工皇帝夏海滨日子难过。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人说夏海滨套现多少钱，多少亿，对吧？然后年薪多少亿，总之是特别风光说夏海滨赚得盆满钵满，享受去了，留下一个烂摊子，对吧？这些恒大理财投资者承担，这个恒大的这个业主买了恒大房子的，恒大的供应商等等，他们承担这些痛苦。我记得当时我就说这个夏海滨日子好不了，非常惨。那今天我看一篇报道验证了我的说法。今天有个自媒体发了一个报道，叫还有2天大家就知道打工皇帝夏海军到底有多少钱了。这是4月23号发表的，说4月22号香港高等法院驳回中国恒大原总裁夏海军一项上诉申请，同时要求夏海军在2025年4月25日中午12点之前，依照法律指定的范围披露名下资产详细状况，就是让夏海军自己，你先把你的财产披露一下。不要小看香港高等法院的这个指令大家看过那个警匪片吧，对吧？你的一切什么都将成为呈堂证供，可不能撒谎如果夏海军到时未能履行法院要求，将被剥夺在案件中的抗辩权，也就是为自己辩解申诉的权利没了，且无需另行发出命令，这一法令直接生效。也就是说还有2天大家就知道曾经的打工皇帝夏海军还有多少资产。留给夏海军的时间不多了只有2天，名下的财产要公之于众。打工皇帝曾经有多牛呢？夏海军拥有了天花板级别的薪资待遇。2017年福布斯发布的香港上市中资股 CEO 薪酬榜中，夏海军以 2.7 亿元荣登榜首。根据恒大年报披露，2021年、2020年夏海军在恒大集团薪酬依然高达 2.02 亿元和 2.04 亿元。2009年到2022年间，夏海军总计获得薪酬高达 18.55 亿元，这个可不是一般的职业经理人能比的这个恐怕是历史上最牛的打工仔。这个文章说作为许家印最信任的男人，夏海军在恒大集团财务危机爆发之前就大手笔减持，然后跑去加拿大。现在的他是加拿大国籍。因为债务这些烂尾的问题，香港法院在3月份时候要求夏海军公布财产。当时夏海军让律师搞了一个极限操作，在法令到期的前一天提交答辩状申辩，但是有没有拿出一个实质性的辩解理由，实际上也就是他在法律范围内拖延时间。这个夏海军曾经向法院陈情说披露其全球资产的精准位置和详细信息将暴露其当前所在地。也就是说披露他的这个详细的资产，比如哪儿有房产，对吧？银行账户等等，有可能会暴露他的位置个人隐私得不到保护。说通俗点也就怕债权人找上门。香港法庭签发针对夏海军财产的禁制令规定，限制他名下高达600亿港元的资产不得转出香港，要求他处置或处理博汇山物业出售的收益，同时允许夏海军每月支取5万港元生活费。香港法官表示，夏海军到目前为止行为是对禁令和资产披露令提出质疑，并试图驳回针对他的整个诉讼。虽然可以说他提交了一份答辩状，但法院已认定他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阻碍遵守资产披露令的要求。中国证监会2024年9月5号对夏海军还做了处罚，一共是罚款1500万，并且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这个罚款只是9牛1毛，更多的是2024年3月清盘中的中国恒大在香港提起诉讼，追索许家印、夏海军、潘大荣等人2017年到2020年工资、奖金、分红等一共60亿美元，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给夏海军发的工资现在要追回来。现在债权人都在想办法疯狂追索恒大的财产，包括许家印以及他的前妻丁玉梅以及夏海军等高管。这个债权人里面包括
资本巨头橡树资本。我以前就说了，你得罪了是美元债这些债权人，他们可是全球追啊，你没地方躲藏。虽然最后结局还没出来啊，但是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夏海军好不了，最终落了一个叫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谁辛苦为谁忙啊。这个券商中国报道啊，说富力旗下一豪华酒店打7折流拍，无人接盘。4月22日，广州富力空港假日酒店首次拍卖结果出炉。据阿里法拍网公示的信息，4月21日至4月22日上午10时，此次拍卖报名人数为0，因无人出价，上述标的物首次拍卖已流拍。拍卖信息显示，该酒店评估价3.96亿元，起拍价约2.77亿元，也就是打7折啊。据悉，该拍卖标的物为广州富力地产旗下坐落于广州市花都区金谷北路11号的房屋。值得一提的是，陷入亏损的富力地产此次酒店亦是因为债务问题导致被冻结，进而被法院公开拍卖，也就是卖酒店还债。这个富力集团大家知道吧？当年啊，这个王老板不是出现债务危机吗？王老板把他旗下的那个酒店全部卖掉，就是富力接的盘。现在豪华酒店打7折都卖不掉。昨天咱们节目说了啊，现在各个地方那个超高层烂尾楼，现在有幽灵一般的复活，都纷纷在复工啊。这些各个地方的这个地标性建筑超高层呢，它主要是酒店、写字楼。你看现在豪华酒店7折都卖不掉，你说明什么？酒店市场非常冷，谁接手谁赔钱，所以卖不掉啊。那你说这个时候你把这些超高层又恢复，拿钱去盖，盖完之后那肯定是要赔钱，年年要赔钱，这到底图什么呢？写字楼那是更惨，对吧？现在这个写字楼空置率是连年飙升啊。以香港为例啊，香港甲级写字楼首季就是第一个季度啊，空置率破历史新高，达到了 17.5%， 较上一季增加 0.6%。当中九龙东的空置率最高，按季升2.6%，已经达到了24%。港岛东和大中环区的空置率分别达到15%和13%。湾仔、铜锣湾和尖沙咀则有所回落。商铺方面，核心区街铺整体空置率维持不变，各核心区空置率都维持稳定。世邦魏理仕指出贸易冲突加剧令全球市场波动，企业及投资者近期保持谨慎，预计交易量将保持低位，直到全球经济前景改善。也就是香港的这个写字楼空置率破历史新高。也就是你看写字楼和酒店都非常低迷，这个时候你把这些已经烂尾了10来年的超高层建筑恢复，接着投钱去建，到底有没有收益？图什么？这个要打个问号啊。我们再看看这个财联社报道说杭州前4月卖地收入已达去年 66%， 也就是第一个季度杭州卖地的收入就已经达到了去年的2/3。前4个月卖地收入已达去年 66%。财联社4月22日讯，今年3次刷新单价地王记录后，杭州今日又诞生2个板块地王。4月22日，杭州出让萧山区2宗社宅地块，分别位于市北单元和湘湖单元，起拍总价27亿，总建筑面积16万平米。最终这2宗地块成交楼面价均刷新板块记录，成交总金额44.7亿元，整体平均溢价率达到了64%。这个杭州也是可以过气网红城市一顿操作猛如虎，对吧？从春节以来宣传这个杭州6小龙，这几个月过去了，6小龙呢？这6小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好像不太清楚但是地反正是炒起来了。无论这边讲的是什么故事最终这个流量变现还是靠卖地，我们只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了。我们再看看这个凤凰周刊刊登一篇文章，它介绍的是这个幼儿园招聘教师要求硕士毕业。这个说的是重庆一幼儿园招聘教师要求硕士。近日，重庆市江北区叫樱花巷幼儿园发布教师招聘公告，其中一则要求是需获得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学历及相应学位。4月23日，该幼儿园一工作人员向九派新闻表示，此次招聘教师岗位属于公招范围，是有编制的。幼儿园老师有编制研究生学历是教育系统的统一标准，是江北区学前教育岗的硬性要求，并非本园的自主招聘要求。以往教师招聘的学历要求也其实就是本科，但今年起提高了标准，硕士成了硬性要求，也就是学历贬值学历通胀，你当个幼儿园老师本科都不行了，要求是硕士。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重庆市区
区县事业单位含2间新区2025年上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一览表显示，重庆市市区事业单位2025年上半年公开招聘的学前教育岗共来自7个招聘单位，其中江北区的4所幼儿园均要求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学历，同时需要取得相应层次以及以上的教师资格证，取得普通话2级乙等以上证书。也就是幼儿园老师都这么卷了。今天在网上流传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有一个什么 EMBA 开学季，一个商学院开学，然后有人做了一个报告，在那个投影仪上面有人就拍了照片，它这个内容非常有意思。当然这是网上的这个照片这个真假难辨，大家当个笑话或者当一个梗来听一听。它这个内容是什么呢？上面写着叫民营经济萎缩是就业形势严峻的主因。刚才说了幼儿园对吧，都要求是研究生毕业，那就说明卷嘛，工作难找。本科你去幼儿园当老师的不行，那造成这个就业形势严峻的主因是什么呢？是民营经济萎缩。这个观点咱们都听说过不新鲜。新鲜是什么呢？新鲜是它下面的内容说的很有意思，非常接地气。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些私营老板搞不清政治上不搞私有化和经济上不搞私有企业的区别，心里害怕，移民了一批，然后国内土地、人工、环保成本升高，向东南亚转移了一批，转移后对国内同行形成价格优势，击垮了一批。中央反腐8条抓了一批受贿官员，进去了一批行贿老板。现在受贿都抓呀，很多民营企业的行贿老板进去了一批。还有心中有鬼的惊弓之鸟吓跑一批。这就是胡锡进老师说的吓鸟论呢。惊弓之鸟人稍微吓一下他跑了，吓跑一批中美交恶，外资选边站队撤离一批，为其配套的就关门了一批，遭遇股灾蒸发了一批，产能过剩出清了一批，环保风暴一刀切了一批，银行逼债跑路了一批。2017年、18年、19年民企利润连续负增长，经营艰难，倒闭了一批，清理金融 P2P 和非法集资等消失了一批，受新冠疫情重创关门了一批，自己赚不到钱也不欠人家钱躺平了一批，受一胎化影响传承交班很难搞萎缩了一批，整顿校培和网游就没了2批，看不清楚形势又润了一批，老板自身有问题自毁了一批，实行新的工资法注销了一批，不出海就出局又出海了一批。你看一批又一批所以民营经济萎缩倒闭一批，跑了一批，润了一批，抓了一批，关门了一批，出海了一批，躺平了一批。这个总结的还挺到位左一批右一批，一批又一批，所以这个民营经济低迷，就业就难嘛。我们再看个新闻这个是叫励志新闻这个江苏城市频道他讲了个什么东西呢？讲的是网贷，就是这个时候还有网贷，说网贷3000元1个月后被要求还3万，这什么概念网贷利率1460%，不还被威胁报通讯录。近日安徽的李先生求助称其子李飞因急需用钱下载了一款名为云豆分借款平台 APP， 下载之后发现没有额度也没有利息，在输入了身份证和银行卡号后 APP 直接下款了3000元，这倒挺快你把你的名字、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一输，钱就打到你卡上了，3000块。10天之后需要偿还3000元本金和1200元利息，10天的利息就1200呀。按照云豆分的规则计算，年利率达到了惊人的1460%。然而当10天期限一到，云豆分却提示李飞还款失败，在此之后每天的利息都会增加1500元，就是每天增加1500当李先生与我们取得联系时，显示的还款金额已接近3万元，一共借了3000，现在居然要还3万，这个已经不能用高利贷来形容了。说为此李先生尝试与云豆分 APP 进行了沟通，然而对方威胁称如不还款就要报通讯录，他通讯录中的亲人朋友一天会接到几百个骚扰电话。记者从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云豆分 APP 属于上海醉梦者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经查该公司并不具备金融许可，在 APP 页面也没有任何关于额度与利率的提示。记者以借款者的身份拨通了这家公司的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劝告记者不要借，因为利率挺高的。对此，律师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超过12%属于法律不受保护的范围，可以不用支付。此外，报通讯录属于明确的
侵权行为，属于软暴力催收，违法者会受到公安机关罚款或拘留处罚。最终啊，李先生选择了报警，公安机关介入后解决了问题。大家看视频啊。他讲是要还他的钱，你要不还的时候，就让孩子在这个消失，晓得吧？李先生是安徽潜山的一位农民，直到看到这条威胁的信息，他才知道生活在南京的儿子李飞闯了祸。原来李飞不久前急需用钱，却又担心通过正规渠道借款会影响个人征信，便想到了网贷机构。手机应用上连的吧，发现一款那个社会风评非常好的那个叫结婚平台 APP 就叫做云豆分，下载之后是没有额头也没有那个结婚利息，他以为到这个地把那个身份证输进去，我那个银行卡号输进去之后，直接敲一下还3000，10天之后还本金3000，利息是1200。按照云豆分的规则计算，借款3000元，10天1200元利息的年利率达到了惊人的1460%。然而，当10天期限已到，云豆分却提示李飞还款失败。在此之后，每天的利息都会增加1500元。当李先生与我们取得联系时，显示的还款金额已接近3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25条的规定指出，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息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这个地方所称的这个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 LPR。那么现在 LPR 的1年期的利率大约是3%左右，那么4倍呢，也就是12%左右。如果超过这个12%的利息，那就属于这个法律不受保护的范围，可以不用支付。为此，李先生也尝试与云豆分 APP 进行了沟通，但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太可恐怖了！你看他而且报那个通讯录是我真假的，他不停地报，一天好几百个电话。所谓的报通讯录，一般情况下，催收方会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被催收人手机通讯录中储存的号码，接下来通过各种威胁电话频繁骚扰被催收人的亲人朋友，实际上是软暴力催收的一种方式。根据民法典第1033条的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这个私人安宁生活。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那么如果有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式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也可能受到公安机关罚款或者拘留的处罚。因此这种报通讯录的行为它属于一个明确的侵权，并且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记者从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云豆分 APP 属于上海最梦者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经查询，该公司并不具备金融许可，在 APP 页面中也没有任何关于额度与利息的提示。随后，记者以借款者的身份拨通了这家公司的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倒是对记者进行了劝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通过你们那个云豆分借点钱嘛。对，然后像那个上面利率怎么算呢？我建议不要借。你建议不要借啊？我觉得那个利率挺高的，很多人就打电话过来，因为利率很高，然后就有纠纷。通过网络搜索可以看到，正如这名工作人员所言，不少人在使用云豆分 APP 借款后都有类似的遭遇。而在记者的建议下，李先生选择了报警处理。最终，公安机关介入后，相关情况得到了妥善解决。他也希望自己一家的遭遇能够给大家起到警示作用。零距离记者为你报道。我想起来前不久咱们搞的消费贷，对吧？这个消费贷利率只有2.6%，最低完了你可以贷70万，你可以贷7年。也就是说，你看就即便这个央行要求各大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推出这个消费贷，照样有人还要到那个高利贷 APP 上面去贷那个高利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说明这些人本身有问题？虽然现在2.6%的消费贷没有了，现在都是3%，那也很便宜啊。那怎么会去在这种 APP 上贷这种，对吧？10天就3万的，这叫什么高利贷啊？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受害人恐怕自身有很大问题，我不能不怀疑啊。第二个，就这种 APP 怎么可能堂而皇之的活着呢？这个有关部门难道不管吗？各个地方不都
有什么叫经管局吗？经管局不就管这些事的吗？这个你看，云豆分 APP 属于上海最梦者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那上海的经管局难道不管这事吗？那也就是谁都可以放高利贷，然后暴力催收。我们反过来说啊，这种高利贷都有市场，恰恰说明我们的这个普惠金融啊，这个消费贷推广力度是有限的。我在很久以前节目说过了，这个消费贷对银行来说啊，叫鸡肋，叫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为现在其他的贷款贷不出去，对吧？跟房地产相关的都贷不动了。你想给一个房企贷款10个亿，那什么概念啊？10个亿也就2个人或者3个人跑一趟，搞啥，对吧？手续一样的做，一放就10个亿。你给那些消费贷的10万8万的放，那要放1个亿的人才能放10个亿啊。那你做1亿笔生意，那你得要多少人，对吧？多少材料去审核，费多少时间，怎么风控？所以说这种消费贷啊，这种蝇头小利啊，对银行来说是不堪重负。所以银行他就特喜欢把这个给中介，这些中介从银行拿到就是低息资金3%的利息，或者甚至他有优惠啊2.几%，他再加往出放，空手套白狼，他来兜底而已。这就是某科技公司啊，杀毒软件公司，他那个借条，他的逻辑，他不用掏钱呢，但他不需要自有资金的，就是银行的钱。银行是不愿意直接跟这些消费者打交道，因为你借10万8万的多累啊。完了之后他要风控，如果这个时候有个中介，对吧？类似于这个杀毒软件这样的公司，他托底，他担保，所以通过他借出的钱收不回来，他来收。这银行来说就愿意了啊，银行让点利给这样的中介公司，这些打着科技旗号的中介公司，然后就往出放高利贷。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身边有人小孩，对吧，亲戚借了这样的高利贷，也不要担心，不要被他吓唬到，超过12%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果他给你收的利息所有的加到一起，无论是手续费、什么罚息、什么所有的只要你本金之外的那个钱超过12%，年化你要算一下，那法院是不支持他的，也就是打官司，法院也判你不需要还，你只还12%以内的，还多了他还得退，还少了那有可能判你要给，反正12%以内的法律是保护的，超过12%法律不保护。所以你要借了1万1年，那么你还的利息、手续费、什么罚息、介绍费，各种所有的加到一起不会超过1200，超过1200你不用给，打官司他打不赢。记住了，这个12%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它不是死着说12%是这个 LPR 的4倍。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